暖暖十门溪，咱来故事串联地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十门溪。咱知影伫过去的农业社会，多数的人家拢会饲狗、饲猫。狗会顾厝，猫会掠鸟鼠，真得咱人的喜爱。所以嘛有真侪甲狗仔抑阁有猫仔相关的俗语流传落来。今仔日的节目主要是讲到猫仔。节目上来去，咱共款邀请婚姻的文史专家沈宏杰老师为咱来介绍有关猫仔的俗语。世界科技行进步，台湾文史学翻科。猫啊，甲人较亲近，较得人疼，所以咱的生活中嘛生出侪侪深色的有关猫的俗语话。我讲两句，我来做参考哈。青眉鸟拄着死鸟鼠，是讲运气好，拄着机会，毋是功夫熬啊。垃圾鸟咬钱鼠，钱鼠规身躯臭hen味，一般鸟也是无爱去咬伊。所以垃圾鸟咬钱鼠，伊的意思是咧讲垃圾查甫交着垃圾查某，也是讲歹查某对着歹查甫。歹拄歹，这是经体话哈。乌鸟白肚，趁钱2500，也是讲乌鸟白肚，值钱2500。日本人来到台湾，念伊就设学校办教育，这个台湾人的查某囡仔都有机会读一日本册，受高理的教育。这种有受过高理教育的台湾查某囡仔，伊会当通食头路，身价较悬。台湾人就甲伊称呼讲：这乌鸟白肚，趁钱2500。掠鸟看鸟母，娶新妇看爸母。这就是讲，咱若要选新妇，看伊的爸母的品行做参考。抱咧手的鸟，袂咬鸟鼠，意思是讲，真正受士大人挺性的囡仔，伊就逐项便，所以致使伊的能力就会较低，较袂晓做工课。所以教人讲，毋好伤过头成囝。掠鸡架山鸟，意思是讲，戆袂晓判断代志，袂输讲送肉入虎口的意思。细字乌鸟打破遐，细字查某走过社。即句俗语的意思较特别，是咧讲看到真正乖巧优秀的查某人犯事，食3碗公半，伊嘛去别位咧讨客兄对查甫的安尼，所以讲有当时看人无法度看甲足详细、足实在的。枵鸟笑上水底鱼，枵狗笑上猪肝骨，拢是戆相的意思。鸟鼠毋敢食鸟奶，意思就是讲毋敢笑上，毋敢戆相啦。鸟鼠若要去食鸟的奶，就若亲像讲，羊入虎口，无死嘛乌拗，非常的危险。鸟见水鸡毛，拢是咧讲世间无的物件，根本都无鸟的见，水鸡无毛三脚鸟笑一目狗，伊的意思是讲，咱要笑别人进前，爱先检点家己的缺点，先检讨家己的缺点，毋通干那看人歹，毋通干那看人毋好的。暖暖咱们去，咱的故事串
万地。为了要唤起大家对三合院的记忆甲重视，咱特别伫今年的6月份举办三合院的记忆征文活动，感谢来自台湾各地真侪好朋友共同响应，踊跃投稿。咱今仔日要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新北市邦桥区的周婉婷小姐，伊所写的华语作品，由张义尧老师改写台语，洪昭文朗读，邀请空中好朋友做伙来欣赏。三合院的记忆。细汉的时，阮就是住伫三合院的古厝，户龄的厝顶是砍鱼仔草，壁倒是用土糊的，规家伙仔同齐困伫同一顶总铺。虽讲是下静静啊，毋过寒人烧，热人凉，还算舒适。记忆上深的是，有一个暗暝咧困，雪雨滴滴答答的雨声吵精神，水桶的声嘛对咧响起，雨水对厝下旁滴落来，滴甲阮规身躯澹漉漉。虽然去摕面盆来擤雨水，大人要紧咧保守厝顶，囡仔是当作趣味，规阵算甲毋知人。尾后这间厝顶翻，厝顶砍下，壁倒嘛改用柴箍来起，连牛公甲桥仔嘛拢是柴间的。规间厝内不时拢有闻到柴的香气，暗时倒咧眠床顶嘛特别好入眠。阮兜阁有一口灶，阮一家伙仔要食的三顿，要啉的茶汤，甲寒人洗身躯的烧水，拢靠这个灶。用灶煮食，就爱去捡我打的茶枝甲甘蔗下，用番仔火起火来烘茶，剩的火青就会当顺续用来补番薯，补好的番薯。伫寒人感觉足烧咯，又搁香气十足，食起来是甜不不。灶骹内还阁有5月节肉粽香，甲过年时的甜粿味，食的拢是阮囡仔时代思想的三合院记忆。热天人。若伫三合院的大亭纳凉，电椅、梯椅、椅寮、椅头啊总出动。若搁摆一块细条桌啊，就会当食西瓜、泡茶、嗑瓜子、咸开讲。有时嘛会当来一盘鸡子大战。囡仔人掠金菇、合火金菇，四界走，四界算。若算了忝。倒伫梯椅，嘛会当伫月光骹温心啊休困。天街夜色凉如水，午坎牵牛织如青。若到秋天，暗时特别有另外一款景致，看天星，耍烟火，食油啊，配月饼。伫三合院的顶斗烛烟火走，定定会想讲，上午敢真正有影飞去伫月娘顶？讲汉江迄只兔仔，敢会孤单想要找人做伴？
月娘顶悬迄丛桂树，到底是活偌久啊？是毋是有缘阁会探出桂花香？你看咧，真冷霜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作伴，脚只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五树山孤红的hen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